NBA 嘅消息啊，星期三多倫多猛龍隊喺主場迎戰沙加緬度國王隊嘅挑戰，猛龍隊核心球員巴格納尼因傷中途離場，最終猛龍隊91-98不敵國王。足球嘅賽事係英格蘭聯賽杯，利物浦對住曼城啊！開賽冇耐啊，利物浦爭啲破門啊，唐寧送出直傳，卡路爾轉身擺脫沙維治之後14碼柱單刀射門，被出迎嘅祖夏特神勇撲出。10分鐘之後，唐寧左路橫傳啊，謝拉特25碼柱啊射個落西波啊，向右下死角啊，祖夏特咧飛身撲出啦。1分鐘之後啊，謝拉特角球開出啊，開到外圍啊，唐寧25碼柱第一時間左腳凌空抽射打中丹尼爾艾格啊，足球啊稍為改變方向，但係又被祖夏特咧撲出啦。利物浦13分鐘領先啊，謝拉特開出角球啊，丹尼爾艾格禁區內挑球過人，造成沙維治犯規。謝拉特主射12碼，左下角破門而入啊，1-0。到咗下半場啊，曼城嘅主導攻勢㗎，但係難以冚低紅軍嘅鐵桶陣啊。隨後雙方多次攻門都無功而返啊，曼城無力攀平比分，前鋒阿古路更加錯過空門嘅良機啊。最終利物浦作客曼城憑住隊長謝拉特嘅入球，以1-0取勝，先拔頭籌。